大家好，我係梁禮賢，我係一個專科醫生，喺公營機構做咗18年，喺私營機構做咗14年。我同大家一樣，每日都係面對病人同時間拼搏。呢幾年我見到香港醫療嘅辛酸同埋矛盾，公營機構嘅同事長期超負荷，壓力爆棚，而私營市場呢，亦都係因為經濟唔明朗而日漸萎縮。政府近年重視基層醫療，但係高端醫療同埋創新科技嘅進度亦都好緩慢。咁政府每一年睇到超過1000億，但係前線仍然苦不堪言。而家嘅情況係大家都好努力，但係越做越難。我今次企出嚟係俾大家個新嘅選擇。醫療唔應該係政府嘅開支同埋負擔，而係應該係一個有生命、有前景嘅產業，一個專業受到尊重，青年人有希望，病人有長期照顧嘅機會，同埋咧係一個香港再次自豪嘅產業。咁醫療嘅核心其實係人，係你同埋我，同埋每一位守護，即係用愛心守護專業嘅同工。我嘅核心政綱有10個。第一係為前線醫護人員爭取薪酬同埋福利。第二係盡快立法規管非本地嘅牙醫同埋醫療機構嘅宣傳廣告。3係深化社區醫療政策同埋家庭醫生嘅關係。4係強化公私營機構協作，減低公營機構壓力。5係希望爭取醫護人員嘅資格可以得到國際同埋內地嘅認證。6係推進中醫同埋專職醫療融入基層醫療體系。7係爭取醫護人員多啲海外培訓嘅機會，提升國際視野。第8係擴大精神健康同埋殘疾康復嘅體系建設，建立共融社會。第9係全面優化自願醫保計劃，而第10係強化香港嘅醫療產業。新選擇創未來，凝聚專業智慧，共創健康香港。呢個唔係口號，係我哋共同嘅承諾。如果大家想改變，我希望大家團結一致投票支持我，投票支持2號梁禮賢。多謝大家。而家有請佢嘅打氣團打氣，準備好，時間有30秒。開始。支持梁禮賢醫生，新選擇創未來，凝聚專業智慧，共創健康香港。12月7日，大家一齊投票。2號梁禮賢醫生，2號梁